繼續新聞時間，宏福苑火災聽證會傳召事發嘅時候嘅現場消防指揮官作供，話到場之後火警鐘冇響，消防處冇指引要點樣處理疏散。至於殉職消防員何偉豪入火場嘅時候冇記錄，消防就解釋受火勢影響，冇辦法喺大樓入面設立入口指揮。湯慧源報導。委員會傳召火災嘅時候，在場指揮嘅大埔消防局高級消防隊長許建安同埋新界東分區副指揮官林浩俊等人作供。許建安憶述，火災當日晏晝近3點鐘，接報宏昌閣外牆棚架爆炸出動，到場之後冇物管公司嘅職員主動揾佢哋，喺宏昌閣冇聽到警鐘，佢想派人入樓啟動火警鐘，但係當時有好多燃燒嘅雜物跌落嚟，冇辦法進入大樓。委員會代表大律師李樹媛問消防處有冇制定指引，喺火警鐘失效嘅時候要點樣通知居民逃生。許建安話冇好明確咁樣寫出嚟，需要按照現場嘅實際環境部署，同意更多指引會對前線同事有幫助。聽證會上有提及殉職消防員何偉豪當日原定入宏昌閣，最終誤入咗宏泰閣。許建安憶述，當時收到有同事被困30樓，呼叫 Mayday 求救，但係冇透露自己嘅身份同埋所在嘅大廈。佢當時覺得意外，因為以佢所知，未有消防員能夠進入大廈。許建安話，當時冇頭緒佢喺邊度，認為佢最有可能係被困宏昌閣，派咗5隊嘅緊急隊處理，但係都唔能夠成功上樓。佢亦都有嘗試了解係邊個求救，但係冇收到回應。按消防處嘅做法，消防員進入大廈救火嘅時候，應該設有入口指揮主任，記錄消防員嘅出入。但係當時並冇何偉豪進入宏泰閣嘅記錄。許建安解釋，由於消防未能夠進入大廈，所以未設立入口指揮嘅工作。之後作供嘅林浩俊話，晏晝近4點鐘，發現有同事喺宏泰閣正門出口嘗試拯救緊另一名同事，嗰名同事瞓喺燒着嘅竹棚上面不省人事。當時先知道求救嘅同事係何偉豪。會上面多名消防都話，今次係史無前例嘅大火，搜救嘅時候面對好大困難。大埔消防局局長張樂恒憶述，火勢唔單止極快咁上升，仲橫向咁樣向其他樓宇蔓延，完全超出咗消防處嘅搜救策略所能夠應付嘅範圍。主席陸啟康強調，無論委員會嘅檢討結果係點，相信一班前線消防員已經盡力，非常之感謝佢哋嘅付出。聽證會會喺星期3繼續。Now TV 記者湯慧源報道。勞工處下個星期一起優化工作暑熱警告，新增9個監測站，涵蓋港九新界。當有4個或以上達標，就會發出警告。林尊豪報導。